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为着要来讨公道是动用私刑。台南有一个客停车司机载人客，载到一个啉酒醉的查囡仔，讲疑似趁机回港侮辱吞达。这是互这个被害者的朋友是真不满，甲这个不顺的司机甲装出来，野球棍啊甲喊甲拍卡里的涂骹挨，搁来恐吓伊，就要提出着20万的赔偿金。但是当这个私刑已经犯法了，警方抓到3个涉案的人，要来了解到代志的真相。穿白衫查某人跪涂骹，3个查某人举把打球棍啊，哪面哪讲回听甲挡袂牢，一直发条命。我话你会爱会甲人甲你原谅啦，敢知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另外一段影片是伊日忏悔，磕头会失礼。我会拿20万给你，希望你可以原谅我。讲愿意赔钱，要不对方有缘无原谅伊，因为因认为讲，这个穿白衫姓地的查某人，敢若是性侵因一个女性的朋友。该女子与陈姓男嫌等5人持球棒殴打戴男，同时恐吓交付新台币20万。不满女性朋友被侵害的这一家人涉嫌将这个查甫人抓来讲，这款行为已经违法啦。全案将朝聚众斗殴、妨害自由来侦办。警方将涉嫌讲人的姓陈的嫌犯等3个人已经抓到案，要继续调查性侵加讲人的真相。提醒乡亲，若遭受不法的侵害，应该随报警。南监院动用私刑，虽然讲想要讨公道，也不已经犯法啦，这拢要承担法律责任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